新闻一开始先看早暗，伫咧9:31，伫咧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.3的地震，这深度是70.3公里。伫咧宜兰桃园新竹上大震度是有到3级。这气象署是研判，这个地震应该是去年12月27，这规模7.0的这大地震的地震尾。 去年12月27暗暝，地区冰心，真侪人对面梦当中精神，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感觉。同款是伫东部外海附近，1月12暗时9:31，又搁发生规模5.3的地震，深度70.3公里，是属于中层的地震。气象署判断，这个地震是去年规模7地震的地震尾。 27号这个规模7.0的地震，它的深度是72.8公里。那这个地震造成全台有感。那我们当初有说，因为这是一个7.0的地震，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地震，那后面其实还是会有余震。 这个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小 A 所引起的。宜兰、桃园、新竹上大震度来到3级，宜兰县真侪人也收到国家级的警报。不过，这个警报差不多伫地震发生15秒了后才发布，是安怎会有时间的差别？气象署进一步说明，关键就是伫个地震的深度。民众在质疑说，为什么发国家级警报会15.4秒以后，因为它比较深，我们一定要震波传到地表，开始有 侦测到这个讯号，开始处理，才能做相对的一个处理跟应变。吴建虎表示，后手也是有可能出现相关的地震尾，不过因为能量有慢慢啊放出来，规模有机会愈来愈小，民众的感受也未遐明显。公视新闻朱宏伫吴其昌综合报道。